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7月7日。今日的经文是雅歌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至亲。咱讲到迄个关系啦，足侪人拢爱滚算笑，讲有关系就无关系，若无关系就有关系啦。关系会互人来距离搁较亲密，所以足侪人就爱有关系。就连伫教会内底，甚至一寡牧者中间，有一寡人足爱去有关系啦，伊就是讲找机会甲名人啦、政治人物啦，来建立一寡关系吼。但是安尼一定有好处吗？咱先无论即个信用层面的思考啦吼。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记载着，因为欺骗来得到大囝名分甲祝福的雅各，伫咧听到老母的利百加的建议甲安排，就转去到雅各的故乡迄种的境遇啦吼。雅各继续行去到伫东方人的田地吼，伊看到野地有一口井，有3阵羊倒伫遐。人拢像迄口井的水，互羊啉。井用大块石嵌咧，平常时羊群聚集伫遐，顾羊的将石头散开，像水互羊啉，则搁甲石头散倒转去原位。雅各对因讲：“朋友啊，恁对倒位来？”因讲：“阮对赫兰来。”伊问因：“恁减捌拿何的孙拉班？”因讲：“阮捌。”雅各佫讲：“伊有好势无？”因讲：“有，你看，伊的查某囝利结带伊的羊群得来。”雅各讲：“日头遮大，还袂到赶羊转去的时间，哪毋互羊啉水搁去食草？”因讲：“阮还袂当，着听候所有的羊群拢到。牧者甲石头散开，才会当互羊来啉水。”雅各咧甲因讲话的时，利结带因老爸的羊来，因为伊得顾。雅各看到母舅拉班的查某囝利结甲拉班的羊群，就进前将石头散开，互拉班的羊群啉。雅各斟利结，甲伊请安，搁大声吼。雅各甲利结讲，伊是因老爸的外甥仔，是利百加的囝。利结就走转去，甲因老爸讲。拉班听到外甥仔雅各的消息，就走去接伊，甲伊担地，甲伊斟，带伊去因兜。雅各将代志的经过拢甲拉班讲。拉班就甲雅各讲：“你真正是我不育之亲。”雅各就伫遐住1月日。雅各非常的欢喜，伫古井的边拄着伊的小妹利结，嘛得到阿舅拉班大的欢迎。但是这真正是有关系就真好啦吼。但是真正是安尼吗？保罗伫写批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论到着关系。这个关系是真侪犹太人受隔离的关系。保罗问讲：这有甚物利益？有甚物好处呢？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8节，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安尼讲，做犹太人有甚物优点？隔离有甚物优点？伫逐方面拢有真有侪好处吗？第一，上帝将伊的话交托因中间有人无信心，因会无信心，减会互上帝的信心变做无效，绝对袂。甚至所有的人拢白贼，上帝嘛一定真实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，你受控告的时会胜诉。不过咱的不义若会当显明上帝的义，咱会当讲甚物？
我照人的想法讲，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，绝对毋是。若是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？我的夫家若会当转互上帝的真实搁较明显互伊搁较有阳光，我哪还搁会互伊审判罪人？安尼若毋讲，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。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，因应该受定罪。保罗就虽然讲人是虚假，但是上帝是真实，是信实的，因为伊袂改变。人的关系会变，但是上帝的关系永远袂变。这是基督徒应该爱追求的。雅歌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看咧，我亲爱的来啊！伊搬山过岭，条条条条得来，我亲爱的，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。你看，伊徛伫墙仔外，对窗仔伫看，对窗仔刻伫探。我亲爱的出声对我讲：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冬天已经过去，雨已经煞，花开满遍地，鸟仔唱歌的时到啦。伫田岭有听见放假的声，无花果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。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求主耶稣基督帮助阮追求甲上帝的关系，并且用诚心实意的生命来敬拜主，甲上帝建立好好的关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